你有冇呢一種感覺？明明知道儲錢好緊要，自己有好多嘅消費係不必要，好想戶口真係有錢，但係每到月底一出糧，其實大部分嘅錢都係攞嚟找卡數，剩低嘅錢只係啱啱好夠生活，甚至可能唔夠。你會睇好多激勵影片，做好多目標設定俾自己，例如我今個月最少要儲到幾多錢，去學理財、睇書、睇 YouTube，又或者睇秘密，寫張大額支票俾自己，寫感恩日記、讀行力句。我相信我今次一定會做到，但係最後就係都係做唔到，點解呢？Hello，歡迎收聽月希嘅人生設計室，我係月希喺度，我會陪你提升財富頻率，揾到你嘅天賦，做快樂嘅事賺錢，設計一個有錢、有時間、有意義嘅人生。今日想同你分享嘅係點解我哋道理都明，但係我哋嘅行動係呈相反嘅方向。最近我就做咗一份問卷調查，關於我嘅21日財富顯化系統入邊，其中有條問題係問喺你改善同金錢關係入邊最常遇到嘅困難係啲咩呢？高達44.7% 嘅人表示就係道理都明，但係做唔到。今集就係想同你分享點解我哋會咁樣。心理學家用騎大笨象嘅人同嗰隻大笨象嚟比喻我哋嘅理智同情緒去解釋點解我哋明但係做唔到。騎大笨象嗰個人就係我哋嘅理性思維，我哋拎住控制大笨象嗰條繩，你好似係喺度控制緊佢。而大笨象就係代表我哋嘅情緒同潛意識。咁大笨象嘅力大定係騎象人力大啊？梗係大笨象啦。係啊，你可以指揮佢，你可以鞭佢，你可以叫佢行，叫佢轉彎，但係要個大笨象肯。如果個大笨象有自己嘅諗法，佢唔肯嘅，你點樣拉嗰條繩都冇用。我覺得呢個比喻放喺錢亦都係好貼切嘅。我哋個大腦就係嗰個騎象人，我哋知道要儲錢要理財，唔應該衝動消費，但係我哋個潛意識就係嗰個大笨象。佢唔係咁認為喎，佢覺得當下嘅快樂更緊要。我更加想買呢樣嘢，我想買呢個包包啊，我想去做 facial 啊，又或者其實佢唔相信自己係會成功。咁呢一個就係點解單靠意志力逼自己嗰個效果係非常短暫㗎。咁至於我哋個大笨象入邊裝咗啲咩呢？其實好多時就係同我哋嘅原生家庭有關。金錢嘅信念呢，唔係學翻嚟嘅，係我哋從小感受翻嚟嘅。我舉兩個例子，第一，一個青春期嘅小朋友，佢從細咧成績唔好，爸爸媽媽都會鬧佢噶。點解你又考成咁啊？點解你唔可以好似隔離屋阿小明咁樣啊？人哋次次考第一噶，點解你咁廢嘅？咁你慢慢就會有一種態度，就係其實我幾努力都唔會被認可噶。而呢一種感覺唔係淨係停留喺學生，係講緊你點樣睇你自己，你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廢嘅人，你係一個做咩都唔好嘅人，你已經好努力，但係我就係做唔好。當你對自己嘅諗法係咁消極嘅時候，你點會相信你係可以一個成功嘅人？其實潛意識一早認定咗自己係不會成功。我從細啦，屋企人俾我嘅愛同錢都好少嘅，大家都有電腦玩嘅時代咧，我屋企係冇電腦噶。無論我想要咩，佢哋唔會因為我想要而買俾我，佢哋只會因為佢哋想買俾我而買俾我，導致我從小知道，如果有任何我想要嘅嘢呢，我係只能夠靠我自己努力。咁所以啦，我開始賺到錢呢，我就好報復性消費，我想彌補翻細個冇嘅嘢，我會不斷買嘢俾自己，導致我就有咗強迫性購物嘅習慣，係上癮。我買嘢買到要分期，要借錢，我唔知自己有呢個問題咩？我梗係知啦，而且我非常焦慮，因為屋企人係唔會縱我，唔會俾任何支援我。我知道我要有儲到錢，我先會有安全感，但係我就係一個負債狀態，而我戒唔到買嘢啊。因為我嘅潛意識，我嘅內在小孩冇被滿足，佢係一個受傷嘅佢，我一直都喺度滿足緊自己細個時候嘅難過。你有冇發現啊？其實你儲唔到錢，控制唔到嘅消費，唔係你自律性低，唔係你唔識理財，係潛意識係大笨象需要處理。我再舉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食甜品，我非常中意食零食噶。我可以咧細細個一次過食一個家庭裝雪糕，一包家庭裝嘅薯片。我可以食零食食到病嘅，因為太熱氣。我哋都知道啦，其實食零食對身體唔好噶嘛。但係點解你都係好中意食甜品？你都係中意食啲好邪惡嘅嘢？因為零食好食係你真身體驗過，你嘅身體非常記得，哇係有幾好食。所以點解嗰啲叫 comfort food？因為我哋食完感受到很 comfort。
零食有害呢件事只係停留緊喺我哋大腦資訊層面，冇變成我哋真係身體嘅感受，你依然行得走得。同樣，我哋梗係知道儲錢有安全感啦，我哋知道我哋應該相信自己值得豐盛，我知道打工係唔會實現到財富自由、生活自由。但係如果你嘅潛意識關於錢、關於工作、關於睇自己嘅態度一直受緊原生家庭創傷嘅影響，或者爸爸媽媽對於錢嗰個信念所影響，或者你對自己嘅不配得感，你嗰個受傷嘅內在小孩冇被處理，咁你所有嘅知道知識只會停留緊喺大腦層面，係唔會變成行動噶。真正嘅知行合一，從來唔係靠意志力、靠自律、靠咩時間管理、理財知識，而係你先要有真實嘅正向體驗，身體同潛意識 reprogram 一個新嘅神經回路，去感受安全豐盛嘅感受。咩叫真實感受到？其實咧，我哋係冇辦法做一啲我哋冇感受過嘅嘢㗎。例如今日你嘅朋友嚟同你訴苦，佢成日都好擔心男朋友出軌，擔心佢男朋友一日唔愛佢、唔要佢，跟住佢就精神狀態非常咁緊張啦，係咪？你一聽就知道係因為佢冇安全感啊嘛，唔係個男朋友真係有啲咩可疑。咁你就同佢講啦，我覺得咧，或者你應該要學習點樣建立安全感。但係對於一個由小到大都冇試過感受到安全感嘅人，佢根本唔知道乜嘢係安全感。而你叫佢去建立安全感，佢係完全 no idea，你亦都冇對佢人生有實際任何嘅幫助。呢個係我呢幾年做咗咁多嘅療癒個案，陪咗超過1000個女仔嘅發現，就係真正令佢哋生活一直受苦，唔係自己唔夠努力，自己條件唔好，或者份工好忙好地獄。真正障礙緊佢哋嘅係潛意識，係大笨象，係原生家庭創傷嘅影響，帶來咗一個又一個嘅限制性信念，對金錢嗰種根深蒂固嘅不安同焦慮，對於自己嘅不配得感，嗰個一直受傷嘅內在小孩未被療癒。我喺29歲前都係呢一個狀態。月光族啦，追求名牌，盲目追求名牌，中意分期強迫症購物，呢一個惡性循環令我非常討厭自己，因為我知道我唔應該咁樣，但係我改唔到啊。直到我開始4年前踏入身心靈，我遇到靈氣，開始學靈修，不斷向內做功課，挖掘到一個又一個嘅限制性信念，解開咗一個又一個原生家庭帶俾我嘅影響，我再慢慢重建對於自己嘅價值，然後嗰啲咩強迫性購物習慣好自然係消失咗嘅。我從戶口長期歸零，去到而家有6位數嘅流動現金。所以你而家工作唔順利，生活唔愉快，一直儲唔到錢，唔係要努力 OT 或者諗換咩工作，係先向內做功課，處理好你嘅大笨象，從根源解決問題。你唔需要再逼自己、怪責自己，生活係自然開始會變好嘅。正如我一開頭講啦，我而家籌備緊我嘅最新線上課程21日財富顯化系統，呢一個係一套結合咗7個金錢靈氣財富系統、吸引力法則，以及會幫你揾你嘅天賦潛能、合適發展事業嘅方向，真正屬於你嘅人生舞台嘅一套線上音頻課程，可以幫助你顯化財富、發展潛能，令你興趣變收入。而家有一份問卷，想邀請對呢一個系統有興趣嘅人填寫，因為你填寫呢份問卷可以幫助到我更加了解你，而做到一個更符合你需求嘅課程。而完成問卷嘅人亦都可以得到最早鳥嘅優惠折扣。關於呢一份問卷，你可以喺資訊欄揾到。另外做一個少少嘅預告，對比賺錢呢，大家更大嘅困擾，我發現係戶口冇錢啊。咁所以賺錢之前，要先防止自己繼續漏財。我咧而家整緊一個小測驗，可以幫你揾到你漏財嘅核心問題。想知道自己同錢最大嘅問題卡住咗喺邊，點樣解決嘅？記得留意我後續嘅分享。咁下星期咧我就會上線呢一個小測驗噶啦，等你睇清楚自己而家可以點樣解決，補翻嗰啲漏財位。好啦，咁我哋今集分享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幫助到你嘅，去 Apple Podcast 留低5星好評，係俾我最大嘅支持鼓勵，同埋俾動力我繼續輸出更多好嘅分享，以及 share 俾你身邊好重要嘅人。我哋下集見啦，拜拜。